我哋今日來到嘅係亞台灣嘅客家人口比例超高嘅有673個家嘅新住戶，而訪問嘅係愛金線聯營嘅院長許江順，院長好。主持人好，天氣及前面嘅各位鄉親大家好。其實我哋講到講經濟啊。台北市呢，都係做白，更加變做我哋高科技產業最重要嘅一個位所。做白個企業也係講我哋台灣第一個客家文化保存期，一個新亞屋也睇做白。也兩個其實有時吧，唔講愛上幫上聽也做得，因為會上夫會有漢歌啊，會製作，其實也有時吧，因為做白按多年我來，我哋講更加發展按好嘅嗬，按到外地人，幾多國家人。移民入過來嘅，呢其實我哋客家中嘅一個美食會削弱嘛，唔講我講一個客家文化保存期，要用嚟繼續保持有客家嘅美食。主持人講嘅唔會差，我做白是一個城鄉發展最強嘅地方，我也要保存呢一隻客家新華屋客家保存期，所以自從客家委員會交接。我上任以後，交接都財產交接中啊，我行達標，所以整合的客家臨界各方面的資源，在地的他們的社區自存的投入，所以也客家新華屋啊，每禮拜可以講要有固定的節目，分成春夏秋冬、春夏秋冬四季，同時呢也鄉親都市可能看到報紙，一隻油食唔得，一隻菜食唔得。一啲東西買唔得，所以我就拜託農會，依農會拜託佢來入養實嘅十三鄉鎮嘅好時機。唔單止係樣，我拜託文化局辦好節目，每一隻禮拜六、禮拜日安排，配合節慶的春夏秋冬，配合我縣政府嘅節慶，嗰個移民季，我移民季我辦到入養。一系列活動辦得都會比啊，因活化有使用安尼。院長一開始其實唔有過主創嘅，都係我哋新竹嘅經濟嘅發展嘛。講到經濟發展，其實大家也會關心講，也個頭20年嘅以前係朋友計劃，更加變台資園區。那我依啲向前希望嘅發展係，其實我哋地方關係啊，也都按到大家路識個度些從書向嗬按到。唔過新竹嘅一個醫療資源有幾少？向前路以網絡台泰嘅一個生意人企業醫院，我從快來成立。唔過先前當道嘅爭議嘛，也兩個東西台資人企團一個生意人企啊，更加嘅進度係用嚟。我上任以後發現到台灣全省嘅醫療嘅各方面嘅比例是最後一名，比我們南投的還優異。所以為了這樣嘅情形之下，台泰醫院。我都入到我嘅生醫園區，臨床轉移中心200床。我整體到目前為止配合中央嘅市立法委員，然後中央嘅黨導委員，然後我縣議長、然後議員也都全部去中央追，所以也已經200個病床，整體到728個病床，所以準備10月下旬我嚟動工。咁台資園區嘅部分咯，其實一路以來都係贊成嘅比反對嘅多嘛。唔過反對嘅人其實也是唔得去忽略嘛，因為咧上下佢睇嘅事情用嚟解決。我目前為止經過300個民調，90%以上全部支持。嗰種講我講，開上嘅幾率都高。也開上嘅幾率非常高，因為贊同嘅，以前反對嘅。槍講比同意咯，比了解，比了解前嘢都講，我已經準備好嘅。各方面你的疑慮，包括有375嘅，包括有10年土地也好，各方面的補償費也好，還有其他相關的配套所謂的這種先後可以住宅嘅方式，政府先會有本唔單辦屋，各方面。我做得安尼講冇，先做。一個台資園區唔會發生像苗栗安尼嘅狀況。這都唔會，我感覺唔會，因為呢苗栗的案例啊是缺少溝通。我交代我嘅地方所有嘅局處，我做調查，以前嘅調查較講黑箱作業，我上任都也已經400嘅調查嘅每筆
每一摆的调查，我都是公开化、透明化，诚正信难基本，唔要写的唔寫來，唔會寫的人家表示意見。所以到目前為止講，我港鐵的啊，當有1-2公頃，我留6公頃俾伊，哦，我留6公頃俾伊。相對講留6公頃聽少冇相關，我再個留30公頃俾伊都冇相關。所以根據按照地方的要求的意見，然後上頭綜合意見，可以講我要做一個預備的一個工作。亞擺啊，我的對手主要大都係老年人金的部分。老年人金排富，其實我會講，有錢人都冇量，講係正確的事情。不過係愛先記的一件事情，都係冇響。我接到以後發現財務狀況非常快，已經負債的金額達到360億，這種的金額已經達到縣政府向銀行貸款嘅額度超出45%，已經達到財政部監管那個價錢的額度已經亮起紅燈，已經加入民防體會。如果係持續下去，就是講新竹縣政府也基本發唔出，其他事唔是做，建設冇嘢做唔得，老年人金冇嘢做唔得，社會特殊冇嘢做唔得。我新竹縣65歲以上嘅一共有59300，我也係目前為止排富條款之內的每張年含發的人啊，有24000人啥，我4年內可以發的老年金也發得1304917人次，唔單止咁樣，總發的金額到今日為止已經用得39億啦。其實唔同嘅對手蔡英文先生。如係可能鄉親會講我儂話因如係唔能一次安尼維持人講以量情價吼，一次維持多緊啊，亞擺嘅選舉又行喺度多安尼嘅狀況。第一點嘛，我相信我做所有嘅縣政府嘅施政啊，都配合中央嘅政策。至於宜朗外嘅事情，都兄弟嘅事情，我也冇氣也不卡人，也冇標貨也不卡人。我都以平常心，而講嘅政策有理唔會查哦，但是呢，我會改進哦，我下多錢的話啊，我會發本人都滿意哦，但是呢，也目前為止都冇錢嘛，我有發是排富嘅標準也唔係新竹縣政府提嘅，係中央也目前為止有14項全部排富條款。咁唔能兄弟之間嘅事情冇好解決嚇。兄弟之間嘅事情啊，也唔係講冇解決哦，我也有中央也有全面哦，但是各有各的理念哈。好，佢講車，佢講全安總團案嘅公安詳細講清。謝幕。